不错，那平整了好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彻底摆脱纠正器了。但是现在还是要注意，不要吃太硬的东西。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有规定，不能说这些东西。上次给我的还没吃完呢。喂，妈，你该不会把我的生日给忘了吧？生日，生日怎么了？9条，你跟我爸就没有一点表示吗？你让我跟你爸表示什么呀？啊？3遍，糊了啊！哎呦，哎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你过25岁以后，你不再过生日了，是不是？那起码有句生日快乐吧？糊了呢。好好好，生日快乐！来，祝你生日快乐！就没有不是来自机器人的祝福吗？我就说嘛，怎么会没有人给我发生日祝福呢？这位朋友，你人生的第4个25岁生日如约而至了。虽然我知道你对年龄和数字都很敏感，但我必须要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提醒你，你已经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新世界大门。请看附件。欢迎光临轻熟的世界。下面请跟着我的提示做一次初老症状自我检测。第一，是否觉得年龄问题在生活中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第二，现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是不是就有提神醒脑类的药品？第三，是不是每当你坐下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坐下，你都觉得自己的腰部又多了一圈赘肉？你吃的每一口饭都让你的腰又扩张了1寸。问你，你就胡咧咧呀？啊？那现在这个病人死活要种国产牙。对不起啊，徐医生，我就介绍了一下价格，然后这个病人觉得太贵了，我就给他介绍了活动假牙。你是大夫，我是大夫，啊？他要是做活动假牙，用得着约我这儿吗？对不起，邱医生，我今天第1天上班，不熟悉情况，我以后真的不会了。不熟悉，你不会问问别的护士都是怎么工作的？你鼻子底下没有嘴啊？怎么了，老兄？发这么大火？我告诉你啊，这个病人如果按照我的方案继续治疗也就算了，如果他再有别的想法，到领导面前怎么都哎，这么吵！人一小姑娘刚来，你得吓着人家。新来的，你得立规矩啊。走吧，没事了。走啊。我先忙了啊。嗯。没事吧？陆医生，今天谢谢你啊。老邱脾气急，容易发火，别往心里去。没事了，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我告诉你们啊，这鞋子我老公不喜欢，我要退，听明白了吗？退钱！
怎么了？艾总，您来了。这位顾客说要退鞋，想退钱，但是鞋子都已经穿很久了，又是打折商品。怎么了？我不能买打折的？没有，当然欢迎。只不过我们公司有明确标识，打折商品是不退不换的。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你谁呀？这是我们销售总监。叫你们商场经理来。买100减30，全场通用是吗？是，祝您购物愉快。哎，我送您，好，谢谢。您慢走，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啊，慢走。再见。哎，稀客呀，啊，您都升总监了，还亲自来巡店呀？您现在也是商场经理了，还不是要跪舔顾客？哎，你这脾气是不是到下辈子也改不了啊？我的脾气不好吗？你第一天干这行啊？你给他点小便宜不就完了吗？生气对你有什么好处？活血通瘀。等，你厉害！哎，这老话说得好啊，听人劝，吃饱饭。改改你的脾气吧，要不然全世界女人都嫁出去了，你也得剩，没有男人敢喜欢你。嘿嘿嘿。没有男人敢喜欢我，这是我生日收到的又一个美好的祝福，而且是来自前任的。哼！快走！哎呀，没事儿，皮实着呢。哎呦，咖啡呀，快，让我闻闻。哎呦，好香哦，馋死我了！我给你点的是橙汁啊，你想喝咖啡？要不要再给你叫一杯？不用了，我忍住了。等我生完1天8杯。好，对了，这个给你，生日快乐！谢谢，这是我今天收到的第一份礼物。正常，你也没几个好朋友。哼，也是，就2个朋友，还都是损友。谢谢你啊，这么贵重的人还跑过来看我。我也要谢谢你，给我一个机会能够出来。哎，你说我这个预产期啊，还剩1个多星期，我们家那神经病就恨不得拿个链子给我拴在家里。不过也对，初为人父紧张嘛，对吧？啊，谢谢。怎么了？我看你印堂发黑啊。今天看见赵超了，他说没有男人敢喜欢我，放他个臭狗屁！哎，你知道你人生最大的污点是什么？你人生最大的污点就是有这么一个倒霉悲催的前男友，别听他的。不过，我始终觉得你跟陆飞好像挺般配。哎，我跟你说真的呢，别这么一副又来了的表情。这个世界上呢，只有2种人可以维持异性间的纯友谊，性向配不上。性向配不上。陆飞是不是？我们是另外一种情况，互相看不上。好吧，今天就讲到这儿了，下课。哎，等一下。哎呀，老师，我还有事。来，坐下来。来，进来吧，各位同学，进来，来。哎呦喂！这位是咱们的新同学啊，因为身体原因延迟入学。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大家好，我叫路飞。
我的这本题库都已经做完了，你的怎么还剩下这么多？你的进度严重落后了，你需要努力了。你现在几点钟睡11点。太早了，以后1点钟睡。你为什么总是望着窗外的树发呆啊？你下课之后为什么不跟同学说话？艾若曼1票，江冠1票，江冠1票。江冠，太好了，他终于不是班长了。你还好吗？我不想跟你说话，也不想看见你。我的那票是投给你的。有什么用？我还是输了。当不当班长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你懂什么？我最讨厌失败的感觉。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们为什么不选我？你就不能反思一下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你吗？老板，再来5个腰子。祝我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小点声。我喜欢你，我最喜欢你了。咱俩要不凑合着过？等我们高中毕业10年的时候，如果我还单身，我就要和你凑合着过。你说话呀！我要和你凑合着过，行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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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我艾若曼决定，等我高中毕业10年，如果我还单身，你还待字闺中，我就和你路飞，凑合着过。是不是每一对好朋友都会有这种口头之约？28岁、30岁、35岁或者40岁，年龄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有多少人真的凑合了。哎呀，你别叫了，没关系啊，已经到医院了，别哭，没事没事，放松啊，放松放松。不是，别老师，不是生孩子嘛，是女人的本能，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他预产期提前了1个星期，7天168个小时，100080分钟啊。是啊，我紧张，没事没事，咱们已经到医院了啊，医生和我都在呢啊，坚持一下，坚持着，坚持着啊。你等我。我妈呢？我都打电话了，全堵路上了。不过你放心，一定在孩子出生之前赶到啊！你得陪我，你得陪我。我怎么啊？这他陪着我，他必须得陪着我。好，关键先走，我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是他第1胎，我能不陪他吗？行，小心，小心啊！陪我，我给你化个妆行吗？我给你化个妆啊。
您好，先生，我们还有1刻钟就要打烊了。您的朋友还来吗？我联系不到他。饿死了。太好吃了，我最爱吃榴莲了。这种时候，女孩不是应该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吗？我又不是故意让你等的。3里生孩子啊，大哥。再说了，为朋友好不是应该的吗？我对你不好吗？好，特别好。反正今天你是寿星，你说什么都对。礼物呢？你送我玩具，你也太走心了吧？还有别的？你不觉得这个狮子很像你吗？哪里像我？有什么吉祥话吗？跳火圈被卡住的狮子，多特别，多有趣儿，多么的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他经常会被卡住，卡在别人为什么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自己不够好的假象里。常常被卡住，真吉祥。没有人敢喜欢我，真的不是假象，是事实。难道不觉得是我太不柔顺了吗？你又不是洗发精，有什么柔顺？这句我喜欢。以后如果再有人这么说我，我就这么回击他。你不用在意别人是怎么看你的，不用在意别人说些什么，尤其是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更不用在意。你只要坚持做好自己，勇敢地发挥自己的精神。我有什么精神？勇敢、仗义、聪明、率真、光明磊落。哎，够了！我怎么听起来都是形容男人的？不过看在都是好词的份上，我照单全收。这就是我的答案。12年前，我在楼顶上，让你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人喜欢，是我错了。那时候我还不够了解你。现在，我想收回这些话。那些不喜欢你的人是没有看到你身上的好，你不用在意那些，你没必要伤心难过。你只要一直坚持自己，做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自己，哪怕有点不合群也无所谓。就好像你最喜欢吃的榴莲一样，厌者怨其臭，但爱者赞其香。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坚硬，又带着刺儿，不是那么完美，也不是那么讨喜。停！你先说，我哪里不完美？怎么不讨喜？这不是重点。你刚才不是还挺感动的吗？我感动什么？感动我不讨喜不完美。
感动你说我长得像榴莲？我不是说你长得像榴莲。再说谁是完美的呀？直接给我答案。我刚才不是给你答案了吗？我要的是我为什么不讨喜的答案。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很不讨喜。哼，所以我的率真不是真的率真了，是不讨喜；我的磊落也不是真的磊落，是不讨喜；我的聪明、勇敢、善良以及没有被感动，都是不完美的表现。能不能不抬杠了？你说不过我就说我抬杠。我终于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只喜欢小姑娘了，因为他们不会纠正你们的错误，啊，不会打断你们的吹牛，更不会揪住你们的软肋。美其名曰我跟你抬杠，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审美和眼光。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触发你的辩论模式了，但反正今天你是寿星，不是，不管今天你是不是寿星，反正每一天里面你都是对的，是我错了，我跟你道歉。年度检查。嚯！都是榴莲。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脾气太着急了。你这里边有颗牙稍微有点蛀啊，回头到我那补一下。啊？蛀牙是老年的表现。时间偏爱你们这些男人，但是咱们俩不一定谁先结婚呢。毕竟我现在的工作是好嫁风。那既然这样，干脆打个赌。赌啊？怎么赌啊？谁先结婚就给对方包一个5000块的大礼包。打个赌，都这么没出息，2万。你不是没人追吗？你们玩，跟不跟？好，一言为定。漂亮。你输定了。来一个。我最最亲爱的宝贝女儿，生日快乐！蛋糕收到了吧？是爸爸网购的。你啊，吃块蛋糕许个愿吧。爸爸妈妈在家也为你吃了蛋糕了，为你许个愿，愿我们的宝贝女儿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从龙入凤。爸妈，谢谢你们。不过生日愿望呢，说出来就不灵了，下次注意。我呢，不是不喜欢你，只是第一次看到自己，有点害怕。我一直以为自己是那种昂头向前猛跑，永远不会回头的人，但人到轻熟，却总是会忍不住回忆当年，忍不住想说一个词：如果。哎，同学，你怎么了？收坏了？你穿吧。不要了，
反正我都已经淋成这样了，你穿吧。没事，我家就在附近，我骑车快。你穿吧。丁宇阳，今天的作业我预定了，你明天来了记得献给我啊。抢得过那帮狼就行。那没问题啊。当我终于找到他，并且发现他就是传说中的校园男神时，我不仅丧失了还羽披的勇气，还听到了一颗少女心噼里啪啦被点燃的声音。哎，篮球队是每天下午3节课后训练吗？哎呀，是又怎么样呢？你要去看啊？班主任的自习课，你敢逃吗？我可以说我去上厕所啊，能看一眼是一眼。哎，不行不行，我还想去上厕所呢。大家都用这个理由的话，班主任老师不该疯了。就是。交作业，左边数学，右边物理。咱把时间岔开不就行了吗？丁宇阳训练2小时呢，我先去，你们俩后边啊。大不了呢，班主任如果怀疑了，我们就说今天中午我们3个一起吃的饭，然后现在3个人一起拉肚子了，怎么样？怎么理由好行啊？作业好什么好？耳朵被你好聋了。上课看小说花痴假人，下课聊八卦花痴真人。乐意，管着吗？我可没闲工夫管你们这些破事儿。不过既然让我听到了，我眼睛里就容不了沙子。我会告诉班主任，让他警惕你们这些在自习课上无缘无故上厕所的人。行啊，这种你当班长呢？太讨厌了！最初的一小口温柔，在胃里融化的无忧，一块块一口口一点点吃透。有没有什么能长久？有没有什么能保留？无限期无理由无条件拥有。最后的一小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总是会从最初渴求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学长，请问丁宇阳在吗？以为撒娇不在，他已经保送北京财经大学去了。就能得到爱的抱抱。真不好意思，有人了。是，你换个座位好吗？后面没位子呀。哪儿有一个？这有人了，不好意思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我们学校04届2班，同时也是现在就读于北京财经大学数学系大一的丁宇阳同学回母校给大家交流他的学习经验。各位老师，各位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是丁宇阳。这个暑假过去啊，我就是大2年级的学生了。今天我来这里呢，谈不上什么经验，只是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高考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必经之路，大家可能会觉得高考很累，学习很累，但是呢，其实放松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才来呀？活动都结束了。哎，怎么了你？摔了。哪儿摔了？
车没事吧？你就知道关心车。哦，那人没事吧？我看看。摔得还挺厉害。我给你上点药。我这一路上就想着一会儿能见到他了，我就想着，结果一不留神，我就连车带人我一起掉沟里了。你都不知道那沟可深了，我掉到那沟里边，我就怎么喊都没有人来救我。你说那条路上以前没有沟呀？别哭了，我给你找点药去。我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的。难道走了吗？啊？你不晒啊？我要把眼泪都晒干，哭是没有用的。哎，慢点。坐。好。哎呀，我一定要考上他上的大学。我还没碰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觉得暗恋一个人，就像是在演一场无声的独角悲剧。暗恋是命运研发的一款既孤独又悲凉的追逐游戏，而且是无尽版。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款游戏的玩家更凄惨可怜的了。谁能跟28岁的我有发展的可能呢？安迪，时尚杂志编辑，工作中认识的泛泛之交，形象不合。白凯，研究生同学，已经回老家发展，娶妻生子，虽然有电话号码，但是没有任何联系。陈冰冰，这谁啊？哦，想起来了，好像是个修电脑的，技术一般。韩东，聚会上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目测起码有8个现役女朋友。赵超，你这个名字存错了，应该改成去死吧。路飞，高中同学，死党，知道我所有的秘密，我最好的朋友，年龄相仿，知根知底，联络频繁，性向可疑，然而互相看不上。你干什么呀？怎么了？你别碰我行不行？我怎么碰你了？你说清楚啊！切，你姑娘家的，你看也不像干正经事儿啊。你没事，小姑娘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大家就……哎，你干嘛呢？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
大热天的往人家姑娘身上挤什么呀？人家都躲了，你还不依不饶的？要是怕挤，坐什么公交车呀？怕挤打车去啊，怕挤坐私家车去啊。天上你怎么往人家大爷身上挤啊？非找着穿短裙的姑娘。我告诉你，穿什么是姑娘的权利，不是你耍流氓的借口。刚刚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给你拍下来了，我拍的都是证据。回头把这些东西发网上，大家都帮忙转发一下啊，让你的朋友看一看，你是个什么恶心下作的东西。你打人你！打的就是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下车找警察说理去？你他妈干嘛呀？你吃人姑娘豆腐虾让人动手了？小伙子，你怎么干这事儿？就是啊，你关你们屁事啊！还就管我事儿啊！报警，打110！走啊，下车呀！赶紧滚上去吧你！开门！谢谢你啊，你好勇敢啊！害怕有什么用？你越怂，他越嗨。我看到了时间对我的改变，原来时间也给我带来了优点。第一条，勇敢。脾气很大，但是特别酷。我觉得她就像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女侠，这么厉害。哎，陆医生来了，早。陆医生早。走。哎，陆医生，我来跟你说说今天的号。像我还像我，像你。没事吧？好。我把你生产录像放在红包里了。我替儿子谢谢干妈啊！干妈啊，你跟他是同一天生的，多有缘分。再说了，咱俩关系这么好，你不当干妈，谁当干妈？是啊，我跟他是同一天生的。行，我以后就是你干妈了。小家伙，你不亏啊！你干妈将来要是孤独终老了，财产可都是你的啦。呸呸呸！来，敲响头。说什么这么不吉利的话？说万一。说到这儿啊，我要替你不值了。又怎么了？最好的时光都被你自己浪费了。大姐，你还行不行啊？你的男神要走了。行，来走。丁总，去了，加油！我给你挡住门，谁都不让进，让你们俩单独相处。快！好。我不行。给钱。你给我！啊！别！哎，你就认怂了？你就这么没出息，你就甘心啊？不甘心，给我走！对呀，你哪怕给他最后一个拥抱呢？快去抢！再见。丁宇啊！没事，就散了吧，就散了吧。妈妈，要不现在咱们下去追，还来得及的，好不好？
哦，你好，你是路飞吧？我是他的同事，我经常听美女说起你。我叫郭慧欣，你好。慧欣你好。你好。来了。Sunny，整个公司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是吧？哦，也对，Matthew 走了，可不就是你最喜欢我嘛，对吧？丁宇阳走了。啊，路飞啊，丁宇阳走了，被调到美国去了，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我一路追他，一路审，我现在追不动了。我们点的板子。客气。好喜欢板金，我最喜欢板金了。老板，再来2瓶啤酒。好嘞。老板，我喜欢你。那就这样，一个个的见什么喜欢的。哎，你别喝了。没事，让他喝吧。太难受了，总要找个情绪出口。干杯！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啊！其实吧，你最不应该的就是把这么多的大好时光浪费在一个丝毫没有回报性的人的身上，早止损才是对的。其实啊，我让老公啊帮你看看身边有没有适合你的男生，但是亲，现实是残酷的。现在的婚恋市场上，但凡条件好的、能看得上眼的单身的，基本上都比你小。所以啊，我的过去惨不忍睹，我的未来更加痛苦。不，我们不应该灰心啊，我们就应该在残酷的现实中间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劝你啊，你现在呢谈恋爱不应该再是找浪漫、找感觉的时候了，现实一点，什么年纪谈什么样的恋爱？Sunny 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所以我决定，我把我这个范畴再扩大一点，什么离异啊、丧偶啊、离退休啊，对不对？跟你说正经的呢。要不你试一下现在最科学、最时髦的姐弟恋？Lucky Coffee， 您好，艾小姐，请问您的奥日白是在这里喝还是打包？打包。好的，艾小姐，如果您以后没空来拿，直接在手机下单时选择送货就可以了。谢谢，不客气。Alright, alright， 有你要的依赖 ，Miss Right。老板姐，早啊！奥瑞白，谢谢。哎，你平时都喝什么咖啡啊，若曼姐？平时都叫我艾总，今天怎么突然改口了？啊，这不现在不在公司吗？再说，这不我想把跟你的关系搞得好一点吗？管别人叫姐，就能把关系搞好？这不显得亲近吗？
啊，对了，若曼姐，你能帮我看看我这次设计的几双鞋哪双会卖的比较好吗？你呢是咱们百思图跑门店最勤、约谈客户最多的销售了，所以卖鞋卖得好，升值升得快，大家也都是服气的。这款还有这款都不行啊？都还行。能得到你这个爆款一测机的肯定，我真太开心了。我也把我这次的设计图给我的好朋友们看了，他们和他们的男朋友都特别喜欢。为什么要问男朋友的意见？这得抢着娶，那才叫好嫁呀！要是这世界上没有男人，哎，我敢保证啊，没有一个女人愿意穿高跟鞋的。就拿你说吧，你看你天天穿这么高的高跟鞋，既不好走也不舒服，为的是什么呀？为了自信啊，体态漂亮，体验产品以便于销售，为了帮公司做免费宣传。行了，哎呀，就别装了，这目的啊，还不是为了吸引男人的目光？真的不是，现在行业的发展趋势是女性主导，舒适第一。好了，这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你是单身呀？我也是单身呀，想男人不丢人吗？吉娜妹，单身和单身差着108000里，别想当然的人以群分。库房，帮我查一下，是不是所有36码以上的鞋都已经送到店里去了？小朱，哦，对，他结婚去了。你还是给我发个微信过来吧。好。请进。艾总，有什么吩咐？你我是来接替小朱的，是你的新助理，我叫安卓。欢迎。那个，我的笔没水了，要不然你去行政那儿帮我取一些办公用品吧。啊，好，我现在就去。啊。崔医生，把这个病人的档案转到陆医生那儿，我已经跟他说好。记住，以后老人小孩别安排我的活。他凭什么这样啊？为什么要老人小孩都转给陆医生啊？这合理吗？嘿，我怎么发现你比当事人还着急啊？哪有这？我就是为他抱不平嘛。是哦，进。陆医生，这位女士想咨询做烤瓷牙，您给加个号。我今天的预约做完了，您预约了吗？哦，她是刚刚过来咨询的，哦，我特意推荐的你的号。你好，我是美奥口腔的陆医生。您要做的烤瓷牙呢，在诊所里面我不是最擅长这方面的，我把您介绍到更擅长的医生那儿好吗？都行，我无所谓。不好意思啊，耽误您就诊时间了。青青，把他介绍到邱医生那儿。哦，好，您跟我来，这边。为什么不给他看呀？我刚才不是跟病人解释了吗？更换牙冠这一块，邱医生比我更专业。只是因为这个？不然呢？首先，我们是医生，病人的治疗效果是我们第一位考虑的事情。其次，我有我自己的节奏，以后别给我加号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帮你增加收入。谢谢你啊，好意我心领了。那你请我吃饭吧。你不是说想要谢谢我吗？也行，那你把同事们都叫上吧，我请你们吃饭。好。
喂，妈。你呢？明天帮我买点黄金。我打麻将的时候听他们说呀，最近黄金很便宜，是入手的好时机，不买就亏了。我爸抢的盐吃完了吗？盐好歹还能吃，你把黄金抢回去，是要再打一堆金首饰，再给我爸一回吗？你的意思是说最近黄金还是很贵是吧？那行了，不买了。对不起，我是不是吓到你了？没关系。你怎么还没下班啊？你还加班呢，我怎么能先走啊？我不是那种压榨下属的上司，你到时间就可以走了。以后除非我让你加班。我看其他同事都走了，你一个人加班太危险了。反正我也没事，我陪你吧。你放心，我呢肯定不打扰你，你忙你的，我在外面。谢谢陆医生请客。不客气。这说明人家陆医生大方，不像你们几个挣的比陆医生多，一个比一个抠。行了，都有谁打我的车？我把你们送到地铁站。那谢谢邱医生啦，青青跟我们一起吧。哦，我就不用了，吃饱了，那我就散步回去吧，就当减肥。哦，那我们先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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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陆医生，但这次不算。不算什么。你还欠我一顿饭，只有你跟我2个人的。时候也不早了，我去前面打个车送你回家吧。好，那我到家发微信给你报平安。好。要不我送你回家吧。谢谢，不用了，我家离这儿不远，我不需要搀扶护送。好，那我先回去了。注意安全。时间教会你理性思考，对内心莫名的躁动，来得轻易的示好，明知没有结果的消耗，超纲主动的异性下属，通通 say no。换房日期提前到明天。你就不会先问问我有没有别的安排？你有别的安排吗？没有。小刘，怎么就你们俩？
小龙呢？他们家狗狗生病了，说晚点就到。真行，赶紧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到。你好，这双鞋合适吗？红色的吗？红色。好，安卓，看一下有没有红色37。谢谢大家，谢谢。你要做到吗？好，我马上给你拿。好，稍等。38，是这个吗？谢谢。还有一双在上面。我去吧。嗯。